脫髮問題你就碌走我啦。嗯，咦，留低啊？留低即係有脫髮問題啦，咁就要睇到最後啦。想 keep 住勁 keep 住型，就要有把濃密嘅頭髮。今日介紹呢部生髮神器叫做 iHelmet 生髮頭盔，市場唯一擁有3大國際認證嘅生髮神器，主要係用650nm LLLT 低能量激光，可以穿透頭皮到髮根，幫毛囊充電，刺激細胞分裂，產生 ATP 能量。有咗呢個能量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激活毛囊。有晒臨床實證話 work，唔到你唔信。佢有一個專利技術，保證你每個毛囊都可以均勻被照射。嗱，呢啲咪叫專業咯。呢個頭盔低粒仔，無線智能安全設計，戴起上頭先會發光，一除低就會自動停，安心又貼身。呢個頭盔裏邊有2塊彈片，俾你固定頭部，戴起上嚟就唔會跌啦，隨時隨地想戴就戴，認真方便。我哋而家有3個唔同型號，輕微脫髮就用88激光頭啦，頭頂見光160激光頭就可以幫到你啦。嚴重脫髮就一定要用200激光頭，驚中伏200激光頭有埋呢個無效退款保證，唔到你唔服。直到而家無效退款率都唔夠1%，你就知佢幾勁啦。